歡迎收睇2026年1月7日嘅天氣報告。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晴朗及乾燥嘅天氣，霜凍警告現正生效，警告要注意結霜帶來嘅危險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，應該要小心處理火種。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，應該要注意保暖。現時溫14.5度，相對濕度36%。預測天晴，今晚及明早寒冷，市區最低氣溫約11度，新界部分地區氣溫顯著較低。期間非常乾燥，最高氣溫約17度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。明日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星期五天晴及非常乾燥，早上仍然寒冷。周末期間氣溫稍為回升，但早上天氣清涼。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。受乾燥嘅冬季季候風持續影響，未來一兩日廣東普遍晴朗，早上寒冷。隨住季候風喺周末稍為緩和，華南氣溫略為回升，早上仍然清涼。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喺下周初影響華南沿岸，該區風勢頗大。而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下周中期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。預測聽日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中等。預測聽日顯著降雨機率為低。跟住落嚟睇埋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伊斯坦堡明朗，北京多雲，孟買布宜諾斯艾利斯天晴，新加坡多雲，柏林天晴，紐約有霧，莫斯科落雪，開羅有霧，馬德里明朗，倫敦多倫多巴黎明朗，悉尼東京天晴，洛杉磯多雲，聖保羅明朗，開普敦墨西哥城天晴。今次嘅天氣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